台南嘛要特色公园网络社团，是台南的家长伫2017年来成立，长期来关心台南儿童游戏场的发展。伫儿童节进前，嘛特别发表民间自主台南特色公园的满意度调查，发现负面的评价竟然高达83%。这724个家长，他们跟1000多个孩子共同对于台南的游戏场表达他们的心声。那我们看到，大家对于台南市府所做的这些努力，我们是有看到的，包括大家给予正面的评价有13%，给予正面的评价，但负面的评价高达83%。那大家觉得做得好的地方是看到说很注重安全性，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的面向，满分10分的调查里面，安全性是5.3分，但其他的指标其实都不到4分。大家不满意建设的速度，大家不满意游戏场的设计，大家也不满意市府对于游戏场的重视程度。该社团选伫儿童节进前公布台南特色公园的满意度调查，现场出席的大部分拢是家长带着家己的小朋友，另外嘛有真侪民意代表，甚至议员参选人拢出席来小听，并且提出预算提高、民间参与、加设立看局处游戏场的总顾问机制等3大诉求。提高儿童游戏场预算，提高儿童游戏场预算，建立游戏场总顾问机制，建立游戏场总顾问机制，儿少核心，落实公民参与。儿少核心，落实公民参与。我们希望真的可以以孩子为主体来进行游戏场规划的设计，不是只是从大人的观点去看待游戏场而已，而是真的可以去了解孩子游戏的方式，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设计符合孩子儿童游戏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环境，也才能真正的去设计出孩子会觉得好好玩的公园。议员无分党派出席小厅，甲过去台南市公园游乐场罐头式的游乐器材比较起来，虽然是有进步，不过甲其他县市、桃园甚至屏东比较起来，就差真多。以屏东一档的预算5亿外，就比台南阁加真多。最后社团嘛改编一首儿童的歌曲，由3位家长来唱出台南需要特色公园的心声，希望公部门会用来改善。儿童快乐，愿你快乐，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不想空洞，烟圈罐头就带去别人的公园保送。儿童快乐，要你快乐，过去少的就让它从头来过，突破障碍，像越过山，跨越过了，未来会是晴朗的。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